高雄某一间的私立幼稚园去互家长控诉讲，内底多数老师拢无教保资格。月初，个老师动手甲囡仔压伫咧涂骹，教育局表示已经介入调查。这学校嘛回应讲，这压囡仔的老师长工就已经甲撕掉，后续会配合调查。 大班的幼童排队要甲纸卷摕互老师，对方说甲纸牵伫涂骹，互囡仔去捡，连续过来的拢共款。还有一名幼童直接封杀滑倒，有囡仔有可能惊吓，无愿意读册，家长感觉奇怪，调监视器才发现。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我有点担心。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件事情，我有点吓到。 刚好其他家长看到这画面嘛惊掉，无法度接受这种行为。但这班大班的家长也阁发现，学校有可能大量请到无教保资格的老师。家长有拿来询问，那我们自己有去看监视器，有了解。那我们有说，也跟家长回应说，那这个事情我们会由学校主动提供证据，由教育局去处理。 学校回应家长指控的内容，无全部拢是真的，学校无包庇，涉嫌杀人的老师伫咧长工就改聘，嘛主动来提报。但是有请到无教保资格的教师，学校敢若回应资料拢交互市府。其他老师也有人没有教保资格，这些其实目前教育局会调查当中，那他如果调查结果要我们怎么改善，我们配合他们的改善措施。 查过去的记录发现，这间幼儿园捌因为请到无教保资格的服务人员，互市府开罚。教育局即时回应，已经开始调查。若家长的指控是真的，会看情节的轻重来开罚。记者王丽婷、陈显坤报道。